先继续来看海军伫高雄的外海来实施着联合打击的演练。假啊讲敌人来进攻，咱的飞弹是上准着敌人的军舰，若无人机是为空中来侦察着敌人的军舰。布雷艇嘛紧急来出港，伫重要的航道来放水雷，陆战队嘛坐军艇伫海上来介护。 无记敌军全甲挖境，攻入飞弹快艇随离开码头紧急出海，用上紧的速度赶到上前线，前往作战水域。一个四只船顶放红色地形无人机，为空中侦察、监控水面各型军舰的动态。画面随飞船到指挥中心。 快速布雷艇前往重要航道，大声甲国际扮上水雷沉落水内底，发挥作战效益。国际特战突击队是伫咧附近实施海上介护任务。搭乘 M1动工快速突击艇在水面上高速奔驰的时候，就算是陆战队弟兄也必须抓紧前方把手，才会比较安全。主要是实施海军各式舰艇的前哨，例如尖兵的任务。 帮我们的主力战舰的舰艇部队先期扫荡，使尔后的作战能够更加的顺遂。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第二天，海军伫咧高雄准洋外海演练联合火力打击，陆地海洋大队赶快开始点动，机动发射车组进入战术位置。向2和向3反舰飞弹快速升起弹药箱，尽力注意敌军军舰的一举一动，袂让敌军有机会变化，必要时随发射打击敌军军舰。这个有效的数据链路以及通讯链路。 将目标做一个建立一个共同的作战图像，由指挥官统一下达，对目标实施统一的攻击。面对敌军直透过防务地带挑战台湾，海军官兵透过水兵和陆地2步做1步行，3步做1步飞，捍卫台湾海峡的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